香港賽馬冷門成日有，但唔係亂咁爆。今次我哋拎咗54場30倍以上嘅頭馬數據，同你逐個因素拆解。呢匹馬最冷去到158倍，係文家良馬房嘅君子，即係話超級大冷絕對唔係冇得贏。騎師排行榜：霍宏星、梁家俊、奧爾文。可以翻睇君子爆巨冷嘅時刻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君子都係相當冷嘅馬，終於就贏馬啦。第2名嘅馬埋邊係老鼠班，第3呢就深紅紅，第4名埋邊都唔係好夠位咋，電子騰飛。君子喺度爆過158倍嘅冷門，打開再講勝利之門兼捧杯啊！騎師排行榜：霍宏星、梁家俊、奧爾文。騎師方面，霍宏星同梁家俊係冷門王，尤其梁家俊騎嗰隻君子158倍都照贏，真係西非利。練馬師排行榜：沈集成、賀賢。練馬師方面，沈集成係冷門之王，有成7次30倍以上勝出，證明佢嘅馬成日有驚喜。賀賢都唔輸蝕，有5次。賽道路程分佈圖：沙田草地1200、1400，谷草1650。路程方面，沙田草地1200係爆冷最高危路段，有成16次，原因可能係1200米較多初出馬。跑馬地1650都成日爆，此路程較考驗馬匹能力與走位。1650米起步不久要轉彎，非常考驗馬匹及騎師能力。看巡邏影片都可理解情況。檔位方面，外檔一樣有運行，14檔都贏過，所以唔好見到外檔就飛。綜合策略建議：騎師、練馬師、路程、注馬。綜合嚟講，見到霍宏星、梁家俊騎冷門，又或係當天沈集成同賀賢嘅馬，跑沙田1200或谷草1650，就算30倍以上，都可以小注搏一搏。記住，冷門係用來刀仔鋸大樹，同時去季賽即係參考，不可能絕對一樣。所以注馬要控制，唔好瞓身，也不要沉迷。投注前想清楚，不要做病態賭徒。記住，貪心得過貧。總結畫面：冷門3大要素清單，頻道訂閱呼籲。記住3樣嘢：騎師揀霍宏星或梁家俊，練馬師揀沈集成或賀賢，路程揀沙田1200或谷草1650。跟住呢個框架，冷門唔再係亂撞。鍾意數據分析嘅朋友，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。我哋下期見。送大家上季最後夜馬霍宏星在1650米爆出38倍的劍飛星錄影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大家都平排約出嘅，前面快噶嘛，埋邊大學生啦，淺藍衫嘅，中間黃衫深深星啦，出邊華麗再贏紅衫走前啲，咁中間位置仲有隻傲然外邊綠衫粉紅眼罩呢，仲有隻童心大約跟住個第6位啦，壓到入去添就係粵進齊歡內欄第7仲有海王寶後邊嗰5匹馬啦，光年情長響尾5。白衫白帽嘅先到先得，內欄尾4後邊嗰3匹馬劍飛星啦，捨我其誰啦，暫時殿後粉紅帽白衫係瑞奇威風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對面嘅直路啦，前面放咗出嚟跑就係呢隻華麗再贏潘頓。
內欄第2位咧，深深星莫雷拉。咁啊第3位嘅馬啦，外邊有同心啊，跟住個第4啦，內欄位置咁啊淺藍衫嘅大學生啦。第5位傲然內欄，第6海王寶啊，出邊光連情場白衫走上去啊，跟住一齊走嘅馬仲係越進齊歡啊，後邊嗰4匹馬劍飛星寫愛奇誰先到先得啊，咁啊暫時殿後白衫粉紅帽咧，仲有嗰隻係瑞奇威風嚟㗎。好啦，過埋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咁啊原來你哋走完啦，跟住啊布文上埋嚟添，就係呢隻光連情場啊，咁啊見到第2位嘅馬就華麗再贏嚟㗎，後邊嘅馬啦，出邊啊同心啦，埋邊黃心啊深深星啦，揈出去外邊啊，越進齊歡灰馬就劍飛星，大愛當咗瑞奇威風，馬林裏邊等緊位就先到先得寫我奇誰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外邊劍飛星冚咗上嚟啊，內欄上翻嚟咗深深星，中間位置就同心華麗再贏啊，出邊先到先得大愛當瑞奇威風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劍飛星外邊冚咗上嚟，埋邊深深星第3名，出邊追有瑞奇威風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，咁啊跑到中段呢，都叫做風雲色變咁啦。而呢隻劍飛星沿住個外邊冚上嚟，贏出呢場賽事。第2名埋邊深深星，第3名呢，最出瑞奇威風就姍姍來遲，第4名先到先得，因為越進齊歡同埋同心幾隻馬叫近啲啦。12檔都照贏啊！劍飛星第2名深深星，第3啊出邊啊仍然威風啊跑到第3嘅，都好犀利喎！喺中路一路咁樣爆上嚟。